好多人仲懵查查，香港庫房由年千億盈餘變，而家真實赤字千億，瘋狂借債撐場，地產霸權徹底玩完。無論你是業主、打工仔、中小企老闆，所有人荷包都會被持續收緊。今日徹底講透香港財政死局，教你亂世守財，避免資產歸零。熟悉香港經濟走勢嘅人都知，過去幾十年香港政府嘅公共財政一直靠住一條核心命脈撐住，就係土地經濟。曾經嘅香港庫房底氣十足，儲備豐厚，巔峰時期坐擁過萬億港元財政儲備，穩穩企喺全球財政最穩健嘅城市之列。而賣地收入就係庫房最強勁嘅造血機器。樓市同地皮市場最旺嘅10年，單一年賣地收益就可以為庫房帶嚟超過100億港元進帳，再加上地價、印花稅、物業稅、地產企業稅收等等相關收入，地產產業鏈直接撐起香港政府過半收入，係城市基建、民生福利、公共服務可以持續運轉嘅最大靠山。但係如果你仲停留喺香港庫房好有錢、財政永遠穩陣嘅舊認知，即刻要徹底改觀。而家翻開最新嘅財政數據，一場無聲但殺傷力極大嘅結構性巨變，已經徹底改寫香港嘅經濟格局。曾經撐起半邊天嘅賣地收入，出現斷崖式暴跌。最新財政年度嘅地價收入，剩翻175億港元左右。對比巔峰期1000億級別嘅收益，跌幅超過8成，近乎9成。呢個絕對唔係普通市場調整，而是行業基本面、全球金融週期、城市產業結構多重夾擊之下嘅根本性逆轉。更加恐怖嘅係，而家呢個收入水平已經跌翻去近30年低位，等於香港靠賣地揾錢嘅傳統模式徹底失靈冇運行。一般市民睇財政預算，淨係識睇最後盈餘定赤字，完全忽略咗報表背後嘅花式包裝同隱藏危機。最新一份財政預算帳面寫到有29億港元綜合盈餘，睇落好似收支平衡、庫房穩健、經濟企穩，俾到大眾香港財政冇問題嘅錯覺。但只要你逐層拆開明細，剝走一次性融資手段嘅水分，就會睇穿呢份靚仔報表嘅真面目。呢個睇落完美嘅帳面盈餘，完全係靠1年內狂發陰慳好弊50億港元政府債券先撐出嚟，純粹係借債整盈餘嘅財務操作，根本唔係真實嘅經營收入。公共財政有佢嚴謹嘅核算邏輯，發債籌到嘅錢屬於債務資金，係未來要還嘅債，絕對唔可以等同稅收賣地規費呢啲可持續嘅經常性收入。我哋只要剔除係550億嘅發債金額，再扣減517億港元到期債務嘅還本、付息硬性開支，就會見到最真實嘅數據。香港政府當期真實財政赤字高達4億港元，1000億級嘅財政缺口，先係香港而家真正嘅財政真相。呢種美化帳面嘅手法，說白啲就係用短期債務掩蓋長期收支失衡嘅結構性死局，亦都係香港今日陷入經濟困境嘅最直接寫照。為咗應付越滾越大嘅債務，維持財政周轉，香港政府大幅上調債務上限，由原本5呎億港元直接加碼，去到9呎億港元，創下歷史新高。好多人以為放寬債頂係預留緩衝穩陣經濟，實際上係為未來幾年持續大額發債鋪路。根據政府公開嘅中長期財政預測，未來5年，香港每年都會持續發行搦親100億至600億港元嘅各類政府債券，5年累計發債規模高達8000億至1000億港元。呢個天文數字已經遠超香港而家剩餘嘅財政儲備，足以證明而家嘅財政壓力已經去到前所未有嘅地步。除咗瘋狂發債，政府仲做出咗一個極具爭議、打破慣例嘅操作，分期從外匯基金抽調臨穩前500億港元，填補大型基建工程嘅資金缺口。熟悉香港金融規則嘅人都清楚，外匯基金係守護聯繫匯率，穩定香港金融市場嘅終極底牌，總資產超過4億，1萬億港元法定用途得一個，捍衛港元匯率，抵禦全球金融風浪，守住本港貨幣體系穩定。佢絕對唔係政府嘅私人金庫，亦都唔係可以隨意提款、填補財政窟窿嘅應急戶口。今次破格抽資，打破咗香港幾十年嘅財政紀律同金融風控底線，亦都令國際投資者對香港財政嘅嚴謹性同穩定性大打折扣，信心動搖。一連串非常規財政操作嘅背後，係香港運行幾十年嘅地產霸權經濟模式徹底走到歷史盡頭。曾經靠地產造富、靠土地增收、靠樓市撐起城市繁榮嘅舊體系，已經徹底鬆動失效。
香港正式進入全新嘅經濟財政新常態。喺呢個翻天覆地嘅變局之下，全港業主、中小企老闆、普通打工仔，冇人可以獨善其身。所有人嘅資產保值、現金流穩定、財富安全，都面臨住前所未有嘅挑戰。想要守住自己嘅荷包，避免資產大幅縮水，防止現金流斷裂，首先要睇透香港財政嘅底層邏輯，搞清楚地產經濟崩塌嘅核心原因，先可以制定出貼合當下環境嘅防守同自救策略。回頭睇香港嘅黃金經濟年代，就會發現香港騰飛庫房增收嘅核心密碼，完全綁定土地同地產紅利。過去數十年，特區政府庫房收入超過一半直接或者間接依賴樓市、賣地收益物業、印花稅、樓市交易稅費、地產企業盈利稅等等，構成咗香港財政嘅核心基本盤。2011到2021呢10年巔峰期，香港地皮市場火爆到極致，每一次核心地段地皮拍賣都會引來各大老牌發展商瘋狂爭搶，動輒幾百億真金白銀落場，地王紀錄年年刷新，地價夜價屢創新高。呢10年入面，淨係賣地同地價相關收益，每年都可以為庫房穩定輸入千億資金，支撐住城市基建升級、民生福利擴容、公共服務優化。正因為有土地財政持續輸血，香港先可以不斷完善交通、市政、民生工程，維持高水平嘅醫療、教育、養老福利，築起城市繁華嘅根基。但市場經濟永遠盛極必衰，冇任何一種模式可以永遠食落去。地產紅利嘅退潮來得又急又徹底。短短幾年時間，香港地皮市場乾坤逆轉，巔峰期1000億級嘅賣地收入暴跌到剩翻175億，跌幅超過8成半，等於財政最核心嘅造血機器近乎停擺。對比歷史數據，而家嘅地價收入已經跌翻去將近30年前嘅低位，等於香港直接失去咗維繫幾十年嘅核心財政收入來源。好多人都會疑惑，以前爭住搶地砸錢擴版圖嘅發展商，點解而家集體離場，堅決唔拿地？唔係佢哋冇錢主動收縮，而係香港地產嘅商業邏輯徹底倒掛。拿地開發已經唔係穩賺不賠嘅生意，反而變成高風險、低回報，甚至一開波就虧錢嘅負資產陷阱。地產行業邏輯徹底反轉，主要係3大壓力夾擊：全球金融週期轉變、建築開發成本飆升、樓市售價持續下行。10幾年前嘅低息年代，香港市場資金成本極低，銀行商業貸款利率淨係得1至2厘，發展商借錢起樓、買地嘅利息支出幾乎可以忽略低成本融資，持續上漲嘅地價、穩步攀升嘅樓價，形成咗完美嘅賺錢閉環，亦都係當年地產商大膽擴張、瘋狂拿地嘅最大底氣。但係進入高息週期之後，成個行業規則徹底改寫，跟隨美聯儲持續加息。香港作為聯繫匯率經濟體，市場利率一路走高，而家銀行商業融資利率已經突破4厘下，部分中長期貸款利息更加高達係定5以上，融資成本比低息年代翻倍上漲。與此同時，香港建築成本長年追高不下，行業數據顯示，而家住宅項目每平方建築成本超過2呎港元，核心地段、高端項目嘅開發成本更加高昂。更加致命嘅係，香港地產開發週期極長，一塊地由投得規劃、平整施工到落成開手資金回籠，完整週期需要6到7年，大型片區同綜合體項目甚至要10年以上。喺低息環境長週期唔會造成太大資金壓力，但喺高息環境底下，6、7年嘅開發週期會累積巨額利息支出，再加人工建材、運維成本年年上漲，發展商嘅綜合開發成本不斷飆升。我哋用行業真實精算俾大家睇清楚而家嘅困局，唔計天價買地成本，淨係土地平整、工程建設、人力運維、融資利息、營銷推廣呢啲基礎開支，一個樓盤嘅綜合開發成本已經接近天文數字。但成本愈升愈高嘅同時，香港新盤售價持續下調，市區新盤定價不斷回落，二手市場更加充斥住大量折價拋售嘅房源，市場議價權完全落喺買家手上。成本高企、售價下跌嘅雙向擠壓之下，發展商嘅利潤被徹底壓乾。絕大部分常規住宅項目扣晒利息、建築費、運營開支、稅費之後根本冇利潤。好多項目由開工一刻開始就持續虧錢，變成不斷吞噬企業現金流嘅黑洞。呢種徹底倒掛嘅商業算盤，就係近年香港土地招標頻頻流標、房企全面退場嘅核心真相，亦都係地產由盛轉衰嘅根本原因。政府全力推進嘅北部都會區、洪水橋片區開發，
最能夠體現而家地產開發嘅商業困局。作為香港未來產業升級、城市擴容嘅核心戰略項目，北部都會區承載住城市轉型嘅重任。政府要求中標財團前期投入過8億港元，用於土地平整、道路管網、交通基建、市政配套等基礎工程，為片區後續發展鋪路。但喺高息週期持續影響之下，8億級嘅前期沉沒成本、10幾年嘅超長回本週期極唔穩定嘅收益預期，令所有房企卻步。從商業投資角度嚟睇，呢類重資產、長週期、低回報、高風險嘅項目，完全唔具備投資價值。正因如此，昔日叱咤香港樓市、財力雄厚嘅本土地產巨頭，而家通通選擇觀望避險，囤積現金，收縮戰線，再亦唔會盲目砸錢拿地擴張。隨之而來嘅就係香港土地市場屢屢出現流標無人競標、低價成交嘅慘淡局面。多個核心規劃地塊多次招標失敗，呢一切都正式宣告，香港靠地產暴利帶動財政拉動經濟嘅舊模式已經徹底退出歷史舞台。地產霸權落幕，唔係短期市場調整，而係全球金融週期、城市產業迭代、市場供需重構之下嘅必然結果。賣地收入斷崖式崩塌，令香港財政失去咗最核心、最穩定嘅造血來源。但政府嘅剛性開支並冇隨之縮減，反而持續維持高位。醫療、教育、養老、社會福利、公務員薪酬、市政運維、大型基建等等經常性開支，構成龐大嘅剛性支出底盤，根本無法快速壓縮。一邊係核心收入近乎枯竭，一邊係硬性開支只增不減。香港公共財政就此陷入結構性收支失衡，只可以靠發債抽調儲備金，呢啲非常規手段勉強維持帳面收支平衡。呢亦都係每一次財政預算案出台都會牽動全港市民神經嘅原因。人人都想知道庫房真實狀況，城市財政到底撐唔撐得住？大眾見到嘅29億帳面盈餘，只係包裝過後嘅假象，完全靠蚊冚幣50億新增債務先得以實現，係典型嘅借債充盈餘。正常嘅財政運轉係靠稅收賣地、規費呢啲經營性收入覆蓋開支，而發債係透支未來，用未來嘅財政收入償還今日嘅債務，二者本質完全唔同。1000億級嘅真實財政赤字，絕對唔係短期收支波動，而係長期無法扭轉嘅結構性困局。隨着地產持續低迷，唔單止賣地收入暴跌，樓市關聯嘅印花稅、物業稅、企業盈利稅同步大幅收縮，財政增收渠道全面收窄。但大型基建齊全推進，民生剛性開支逐年增加，常規收入已經完全覆蓋唔到支出缺口，發債就此成為政府維持財政運轉嘅唯一途徑。債務機器一旦啟動，就會滾雪球式愈滾愈大，最終形成無法破解嘅流動性黑洞。97億嘅債務上限，睇落係預留緩衝，實質係為未來5年持續發債鋪路。每年1000億級嘅新增債務，遠超香港現有財政儲備嘅承受能力。日積月累嘅債務壓力將會成為困擾香港未來數十年嘅沉重枷鎖。客觀嚟講，適度發債並唔係壞事。全球各大經濟體都會透過主權債券融資支撐基建同經濟發展。如果債務資金投入優質產業、高回報項目，可以創造穩定現金流，形成融資投資、增收償債嘅良性循環，助力經濟長後發展。但香港而家嘅發債模式存在極大結構性風險，亦都係國際資本市場最擔憂嘅核心問題。拆解政府債務資金用途就會發現，每年1000億發債資金入面，有800億至1000億港元需要用於償還過往到期債券嘅本金同利息，佔咗年度發債規模嘅大半。呢種典型嘅以債養債模式，意味着新增債務大部分並冇投入產業發展、民生升級，只係用嚟冚舊債，完全產生唔到新收益。純粹係拖延風險、透支未來，再加美聯儲長期維持高息，香港發債成本持續攀升。而家新發行嘅債券年化利率鎖定喺3.8%至4%嘅高位，每年1000億發債規模對應住幾百億港元嘅剛性利息支出。呢筆巨額開支零產出、零價值，純粹係財政資金嘅無效消耗。而每年幾百億嘅利息壓力，最終都會轉嫁到民生層面，擠壓教育、醫療、養老、扶貧嘅資源投放。普通市民變相承擔咗所有財政壓力。當一個經濟體長期靠借債透支儲備維持運轉，成個社會嘅信用體系、資產定價體系就會全面重構。國際權威信貸評級機構早已多次出報告預警，明確指出香港財政緩衝空間正極速收窄。
過往厚實穩健嘅財政安全墊持續變薄，債務擴張可以短期掩蓋缺口，穩住市場信心，但解決唔到根本嘅收支失衡。隨住債務逼近上限，利息負擔加重，香港嘅金融穩定性同國際信譽將會持續承壓。喺債務風險不斷累積嘅背景下，政府抽調係500億外匯基金，填補基建缺口嘅操作，進一步放大咗市場恐慌。外匯基金作為守護港元匯率、抵禦金融風暴嘅終極底牌，幾十年嚟從未被用作填補財政缺口嘅工具。今次破格動用，打破咗香港嚴苛嘅財政紀律，令國際投資者對本港財政治理嘅專業性同穩定性產生質疑，直接削弱咗香港多年積累嘅金融信用優勢。之所以不惜透支金融底牌、擴大債務，都要硬推大型基建。核心原因係北部都會區呢啲戰略工程已經變成吞噬財政現金流嘅巨型黑洞。淨係北部都會區古洞、粉嶺、新田、洪水橋等片區嘅前期土地平整、市政基建、交通配套已經投入超過400億港元公帑，而呢個數字只係冰山一角。成個北部都會區完整建設落嚟，總投資預計突破2000億港元，建設週期長達10幾年。呢類大型片區開發最大嘅問題就係超長嘅純投入零收益週期，由開工建設到產業落地，產生稅收拉升地價回本，獲利需要10年以上時間。呢10幾年入面，政府要持續砸錢落去建設運維，但完全收唔到直接財政回報，巨大嘅時間差令庫房長期處於失血狀態。為咗支撐呢個超長週期嘅1000億基建佈局，政府只可以不斷發債透支儲備，令短期財政壓力同長期債務風險持續放大。高息環境之下嘅長期基建債進一步加劇咗財政負擔。而家香港基建債券票面利率穩定喺3.9至受啦，但對應嘅基建項目10年內根本冇有效收益，未來利息開支會愈滾愈大，每年嘅償債支出都會持續消耗政府資本儲備。各大國際評級機構一致提醒，香港持續動用財政儲備擴張債務、透支金融底牌，正極速消耗自身嘅財政緩衝優勢。一旦緩衝耗盡，香港引以為傲嘅金融穩定、國際信用將會直接暴露喺全球金融風浪之中。政府可以靠發債透支儲備，暫時穩住財政盤面，拖延風險爆發。但所有宏觀層面嘅財政壓力、金融風險，最終都會層層傳到落實體經濟，到每一個業主、中小企老闆、打工仔身上。而家無數香港家庭同首屋置業都陷入進退兩難嘅資產困境，默默承受住時代變局帶嚟嘅財富陣痛。好多持有物業嘅市民近期都面對租金暴跌、租客退租、資產縮水嘅雙重打擊。不少業主遇到租客大幅減租、提前解約，每月租金收入大減，甚至房源長期空置。但物業按揭、維修開支、稅費成本一毫都冇少，收入大減，開支不變，令無數家庭現金流瞬間緊繃。我哋用真實個案俾大家直觀感受當下嘅壓力。假設多年前喺樓市低位買入一套1呎萬港元住宅，6成按揭貸款，6磅萬分30年還款。喺早年低息環境，每月供款大約2間深親700港元，扣完本金分攤，每月利息淨支出只係7呎幾蚊，壓力完全可控。但踏入高息週期，貸款利率飆升，同款貸款每月供款直接漲到甚效5親港元，每月硬性新增過萬支出，一年落嚟，淨利息支出高達13萬至15萬港元。呢筆錢完全冇為你創造任何資產增值，純粹係被動承擔嘅融資成本，直接掏空普通家庭嘅現金流。好多業主唔係唔想賣樓離場，而係賣就大虧，持有就持續失血，徹底被困死喺樓市入面。深入拆解就會發現，高息環境之下，香港市民同中小企深陷4大環環相扣嘅資產死局，層層撕裂資產負債表，持續吞噬財富第一重死腳，租金防線徹底失守，收入全面坍塌。而家二手樓同租賃市場掛牌量暴增，拋售退租隨處可見，租客議價權拉滿，業主完全冇定價能力，租金回報率被壓到極低，物業經營性收入徹底縮水。第二重死局剛性願為，開支不減反增，被動失血持續加強。根據香港建築物管理條例，業必須定期做外牆維修、設施更新、消防檢修、公共養護，單次常規維修動則幾萬幾十萬港元。呢啲係法定剛性開支，唔會因為樓市低迷就減免，持續抽乾家庭同企業流動資金。第三重死局，過往高息負債集中爆雷，歷史包袱全面發酵。
早年樓市火熱時期，好多業主同老闆為咗擴資產保經營現金流，透過財務公司借高息貸款付首付擴生意。喺低息樓價上漲年代，負債壓力可以被資產升值覆蓋，但而家高息加資產貶值，舊有高息負債徹底變成現金流黑洞，日日蠶食日常收支。第四重市局，銀行戶逆估值持續下調，徹底封市自救退路。銀行後台有全自動估值系統，會根據市場最新成交掛牌行情，每週下調戶逆估值。無論你係想轉按套現續貸，定係用物業抵押借經營資金，都會遇到估值大縮水，需要額外補足大額保證金，或者被直接縮減融資額度。原本嘅資產安全墊徹底消失，緊急周轉套現止損嘅，最後退路被完全封死。四重死局環環相扣，好似四張無形嘅網，鎖死普通人同中小企嘅財富。高息食現金流，估值縮資產規模，剛性開支不斷疊加，市場低迷斷絕增收，無數家庭同企業嘅資產負債表持續惡化，愈陷愈深。更加殘酷嘅係，流動性收縮危機已經由樓市信貸市場全面蔓延去實體經濟。香港絕大部分中小企都係靠老闆名下住宅、商鋪抵押，向銀行借流動資金維持經營。而家全港物業普遍縮水2至3成，銀行為咗控制壞帳風險，持續收緊抵押融資政策，壓縮貸款額度，甚至要求企業限期保第一物還部分貸款，融資收緊，資金鏈承壓，直接導致大量中小企撐唔住，被迫縮規模、裁員結業，首威企業倒閉，經營收縮，進一步拖垮實體經濟，形成資產縮水、融資收緊、經營收縮、就業下滑、消費低迷嘅惡性循環。所有經濟壓力最終都由基層打工仔承擔。面對庫房1000億赤字、債務高企，政府持續收緊財政，凍結公務員招聘，縮減公職編制，嚴控薪酬漲幅，削減學生津貼，下調交通補貼，壓縮各類民生福利，層層壓力向下傳導。普通打工仔既要面對就業收縮、薪資停滯、崗位不穩嘅職場壓力，又要承受生活成本高企、資產縮水、按揭失血嘅雙重打擊，生活負擔越來越重。身處呢場百年一遇嘅財政變局同經濟轉型，好多人都會疑惑，同樣係亞洲頂級國際金融中心，點解新加坡財政常年穩健、資產穩定，香港卻深陷地產週期大起大落嘅困局？二者差距唔係資源同區位，而係幾十年嚟完全唔同嘅財政架構同經濟發展模式。新加坡早幾十年就提前轉型，透過主權投資機構搭建覆蓋全球嘅多元資產配置網絡，將國家儲備投放喺全球優質股票、債券、物業、產業股權，靠長期複利賺取穩定海外收益。上年嚟講，新加坡政府年度財政收入入面，海外資產投資回報佔比超2成，成為脫離本土經濟週期嘅穩定收入來源。呢種模式最大優勢就係唔需要靠賣地壓榨國民資產為生，靠全球資產複利就可以穿越經濟週期，維持財政穩健。反觀香港，幾十年都死守單一土地財政，財政收入完全綁定地產週期，樓市旺地價升，庫房增收，政府就擴大開支、加碼福利、大搞基建。樓市一跌，賣地收入崩盤，財政即刻失衡，暴露極度脆弱嘅順週期缺陷。單一產業結構係香港深陷財政困局嘅最深層根源。回顧香港經濟史，呢座城市唔係第一次轉型，過去已經成功完成4次產業升級，次次突破發展瓶頸。50年代由轉口港轉型輕工業製造中心，70年代開放金融轉型金融拉契地產雙核心城市，90年代承接內地改革開放紅利，靠轉口貿易騰飛。千禧年後依託自由行同中資出海，鞏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前4次轉城之所以順利過關，全靠全球化高速發展，外部紅利充沛，人口同產業增量充足。但今次第5次轉城，係香港有史以來難度最高、環境最惡劣嘅一次。由地產金融依賴型經濟轉型，去科創高端製造新興服務業，但而家全球化紅利消退，地緣經濟重構，外部助力徹底消失。與此同時，香港人口結構出現歷史性逆轉。青壯年優質勞動力持續流失，老齡化急速加劇，勞動人口萎縮導致稅基收縮，養老醫療等剛性開支逐年暴漲，進一步加重財政負擔。更加關鍵嘅係科創產業、高端產業鏈嘅培育需要極長時間，由園區建設、企業引進、技術孵化、人才培養，到產生稅收帶動高薪就業，需要10至20年沉澱。漫長嘅產業轉型真空期，對住當下緊迫嘅1000億財政赤字，
逐年累積嘅債務壓力，形成咗無解嘅時間差矛盾，產業升值嘅長期收益填補唔到短期財政缺口。呢個流動性黑洞就係香港當下最核心嘅經濟死局。宏觀大勢，普通人無法逆轉，但喺資產重構、財政洗牌嘅新常態，每個人都可以調整自身資產策略，築牢現金流防線，實現自我救贖，守住財富。面對地產紅利終結、財政持續承壓、高息週期延續、產業緩慢轉型嘅長期格局，我哋唔需要盲目焦慮、被動躺平。與其日日糾結市場幾時見底，不如主動優化個人資產負債表，地實操自救策略，守住家庭財富安全。第一個實操技巧，優化租約模式，守住物業估值底線，避免銀行壓價。好多業主為咗快啲租出單位緩解現金流，直接喺正式合約度大幅減租，看似解決燃眉之急，實則埋下巨坑。銀行估值系統會實時抓取租約數據，名義租金大跌會直接拉低物業估值，影響日後轉按續貸融資額度，進一步壓縮資產安全空間。正確合規嘅做法係正式租約保留原本市場名義租金，唔主動下調標價，透過隱形讓利吸引租客，可以俾租客3至6個月免租期承擔部分裝修費用，減免物業雜費，實質降低租客承租成本，快速租出單位，穩定現金流，同時保住物業名義估值唔會被銀行下調評級，為日後資產運作留足空間，實現業主租客雙贏。第二個實操技巧，重組信貸結構，置換高息負債，大幅減輕月供壓力。好多市民早年買樓做生意，累積咗大量高息短期信貸。喺而家高息環境下，呢啲負債係最大嘅現金流殺手。大家可以透過合法合規嘅直系親屬資產劃轉，將背負高息貸款嘅物業轉讓俾徵信良好、冇信貸壓力嘅親屬，用親屬名額申請銀行長期低息按揭或者經營貸款，置換掉高額短期負債。透過呢種負債置換，可以將短期高額高息負債轉化為長期平穩低息供款，大幅降低每月剛性支出，盤活現金流。置換出嚟嘅結餘資金，千祈唔好亂投資亂投機，全部存入獨立應急賬戶，慢慢儲夠18至24個月嘅月供同生活雜費儲備。只要有充足現金流兜底，就算遇到失業收入波動、短期虧損，都唔會出現斷供、資產被拍賣嘅風險，穩穩守住核心資產。除咗落地自救戰術，大家一定要養成宏觀監測思維，緊盯6大核心指標，精準判斷風險，提前避險。第一，持續跟蹤政府賣地收入同地皮招標情況，判斷傳統財政造血引擎嘅復甦力度。第二，密切留意發債規模同9,000億債務上限消耗速度，預判財政鬆緊節奏。第三，關注外匯基金抽資頻率同金額，守住香港金融底牌。第四，實時睇周邊物業成交同估值變動，防範銀行壓價觸發抵押風險。第五，緊盯民生津貼、公積編制、基建預算調整，預判實體經濟壓力。第六，定期跟進國際評級機構報告，掌握香港財政緩衝同信用評級變化。時代嘅一粒沙落到普通人身上就係一座山。香港樓市只升不跌，買房穩賺嘅神話已經徹底落幕。土地財政嘅黃金年代一去不返，全新嘅經濟新常態，要求所有人徹底轉變財富認知同資產配置思維。市場越係震盪，環境越係複雜，越要守住自己嘅荷包，築牢現金流防線，摒棄投機心態，堅持穩健防守，先可以安穩度過呢場財政寒冬同資產重構週期。想持續吃透香港財政底層邏輯、樓市真實走勢、實體經濟變局，掌握更多普通人落地可用嘅守財自救技巧，即刻點讚訂閱、留言評論。我會持續深耕香港本地財經，拆解最新政策市場風險同實戰乾貨，幫大家避開財富陷阱，守住家庭資產。歡迎大家喺留言區分享自己嘅持房創業、打工真實經歷，一齊交流取經，亂世揾財。我哋下期再見。